如何設置店鋪？本章主要包含店鋪選擇同店鋪鎖定兩項操作內容。第一部分，如何選擇店鋪？首先，點擊主頁面左側選單欄最上方嘅3橫圖示，系統會展開側邊功能欄，跟住喺側邊欄入面揀選設置按鈕，進入設置詳情頁面，然後喺設置頁面左側選單欄入面點擊第一項店鋪選項，喺頁面右側嘅店鋪列表入面揀選你需要嘅店鋪。當店鋪名稱顯示為藍色同埋出現藍色勾選標記時，就代表已經揀選咗。點擊頁面左上角嘅關閉按鈕，返回主頁面。呢個時候，左側選單欄3橫圖示下方會顯示店鋪地點，就完成咗店鋪嘅選擇。第二部分，如何鎖定店鋪？如果需要管理嘅店鋪數量比較多，為咗避免誤操作改動已經揀選嘅店鋪，可以跟住以下步驟進行店鋪鎖定。首先，點擊主頁面左側選單欄最上方嘅3橫圖示，跟住喺展開嘅側邊欄入面揀選設置按鈕，進入設置詳情頁面，然後喺設置頁面左側選單欄入面揀選第一項店鋪選項，喺頁面右側區域上方向到鎖定選項，點擊隔離邊嘅開關就可以開啟店鋪鎖定功能。鎖定之後需要解鎖，先可以切換其他店鋪，需要有相關權限先可以進行鎖定或者解鎖操作，例如管理員、普通店鋪經理，又或者喺自訂權限設置入面擁有呢項權限嘅用戶。除此以外嘅用戶都冇呢項權限，唔可以執行鎖定或者解鎖操作。